好食喎呢個，因為好硬嘅，但係因為你好似你啲歌詞咁堅硬咗85年，1、2、3、4、5、6第7層咧，呢一個咧就係85歲 Happy Birthday！ 我小朋友幾多咗啊？唔係58啊，唔係58係我咋。經常咁樣咧。有蛋糕梗係要唱生日歌㗎，你哋掂唔掂先？唔係 Happy Birthday to you 喎，跟住渣好多喎。唔係我唔介紹啦，一奏音樂大家就識唱啦。經常我哋全部3500人，包括阿倫喺後邊，係都會㗎。恭祝謝國光老師85歲生辰快樂，一齊嚟！恭祝你高壽與天齊。希望你生日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多謝大家。好啦，景 Sir， 請你留喺度，然後咧，於我哋唱生日歌，你有啲咩説話同大家講啊？係點諗年嘅喎嚇？可以慢慢講，你講到今晚1點都得嘅。咁你先先到，聽大家。我心最大嘅心聲就係話多謝大家。我上到嚟就有3感，第一就好感謝大家咧係咁多年。第1、第2屆、第3，今次第4屆咧都咁熱